兄弟，我在廣東住上一段時間啦。冇，你嗰排再嚟幹嘛？而家正值廣東春天啊，個天黐線㗎，忽冷忽熱忽晴忽雨，再加個回南天俾你嘆啊！乜，快走！唔會喎，今年春天冇回南喎。有冇可能啊？咩冇可能啫？回南天會好凍，跟住突然間好熱先會形成㗎嘛。今年都唔凍，連冬都冇入，點回啊？冇啊，冇回南啊！嗱，雖然係咁，但係個天都好核突嘅，跟住佢連落幾個禮拜暴雨啊！唔會喎，陽光明媚喎，可能間唔中有少少陰天啦，不過整體嚟講，天勁好啊！嗱，雖然係咁，但係個氣温都好核突㗎，突然間俾你到個春寒嚟個急凍，都唔知點着衫啊！唔會喎，温度舒適喎，穩定喺廿幾度，下個禮拜仲會到30度添，準備入夏啦喎！冇可能㗎！不是兄弟，我看這個天氣挺舒服的呀，你怎麼說它不好呢？我仲記得2年前嘅呢個時候，連落1個月大雨，回南每足7日，乜嘢都晾唔乾，成身出油發毛嘅恐懼。點解今年咁舒服嘅？舒服就好好過日子呀，還搁這疑神疑鬼擔驚受怕的。因為對我哋嚟講，廣東嘅天氣太正常，反而係一種唔正常。